位天时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吼，又会来同大家来分享设计了，不过好呀，设计东西的相信也哈亚裔博的可能大家就会动接用到，因为寒天啊，就动接煮汤啊、煮粥啊，也得啊煮也得东西的时间啦，就会想要用一种食材，按到香菇。哎呀，香菇吼，唔单抢有分动多种哦。先前没有同大家来分享过呀，太空包中的香菇。不过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，哪个一种栽培方式种出来的香菇哦，叫做炭木香菇。今日节目当中吼，东欢喜有请到对呀新竹鹿寮行来嘅呀种香菇嘅大哥，欢迎天意财田大哥，欢迎。天气台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新竹公林乡鹿寮行炭木香菇的田日菜。今日东欢喜来到呢客家天气台福起来嘅节目，来大家分享炭木香菇的生态。好，欢迎田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嘿，你好，你好。不过吼，像呀新竹鹿寮行啊，有谈过动动人有种动动无共用嘅果子，比如讲像乜嘅甘梅嘛，对不对？有种动动果子啊，唔过你种嘅动体片呢，系呀炭木香菇。我印象当中，当时有谈过鹿寮行也有人种呀香菇呢，系唔系当时？也有啊吼，因为海拔，低海拔青少年种呀椴木香菇，哦，因为气候的关系、温度的关系，还是因为有啲主题，阿爸喺度讲嘅时间有啊，政府嘅政策，讲要休耕。韩国我喺秋林地有啊，梯田工作也冇方便，所以讲我想要善用也啲梯，也啲主梯，不过我想讲有乜計有啊，農作物嚟講，唔是狗肉嘅，也唔是食培啊。嗰時候嗰陣時，你就想到講，盡量選一種唔是用藥嘅農作物嚟種。係，還是係經過我去探問。亦都有啊，要種香菇嘅專家，然後推薦有啊，講也有30-40年嚟，佢有啊，老師傅講看佢係要也技術很純熟過我冇，我去拜訪佢，結果佢一口是答應嘅。按好，有按到經驗嘅老師傅就答應你。佢個時節喺民國83年。啊，是開始有啊，準備來也香菇，也請教當到個有中國嘅人嚟，看佢也有經驗係用乜嘢，跟你先前有種過其他嘅農作物冇？農作物是透過後生嘅時間聽爸爸媽媽有啊，講種呀禾啊，韓國講種呀茶葉，最太重要是禾然後茶葉，你供應上六行。青島人種，唔過呀下種呀炭木香菇係完全冇共用嘅東西，對，它是沒講臭味啊，按用嘅植物類，它是這個菌菇類的東西，另外一個領域了，對不對？講是錯嘞，它不是植物，裡面植物。佢係微生物組織的，微生物哦，微生物組織的大真菌，對，佢係菌類，對菌類啊，按用糖起來是，做得講會完全顛覆你頭擺港中嘅觀念哦，從頭開始學。重點有啊，其實非常天然嘅農作物，其實唔是食培。就唔是要做唔得食培，就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唔係不必哦。是做唔得用品哦。唔做唔得食培，也做唔得叫做個，因為佢係微生物，你噴sau嘅時間是讓人員同樣中毒、休克、死亡。原來是這樣，因為它本身就是菌類嘛，它就是需要
需要环境来生长的，嘿，讲你把它消毒杀菌，你就生不出来哎。生不出来。哦，啊，不过按样嘅就有一点问题了。你看所有嘅农作物都会有这个병虫害嘅问题。那菌本来就是常常人嘅头摆风运动都种东西嘅人啊，就会讲，嘅乜嘅菌啊，千定然后哦，会危害到，会伤害到嘅乜嘅种嘅东西。啊，不过泰国人他正在养菌，你在养香菇，嘅按样嘅香菇咩会遇到乜嘅병啊虫嘅呀？哦，也是讲佢啊香菇有啊，佢本身是当人用嘅个食物，所以讲佢也冇救咗佢，所以讲也佢天敌非常多。哦，你比如讲有啊哈，蛾的幼虫不是成虫哦，幼虫有吃货嘛。就像羊毛虫一样，鸟毛虫样啊，哦，绒毛虫啊，韩国蛞蝓，佢會食香菇哦。係咯，誒瓜牛苗啊，誒無殼瓜牛，嚇，個乜嘅有殼的、無殼的都要吃它。因為菇嘅生長嘅環境會同一條這些蛇螺啊、瓜牛啊生長嘅環境有一點接近的，對不對？都是比較濕度比較高的環境。濕度係濕度，重點其實濕度有啊，它行走。較方便，韓國而家有現象，變咗啲類菇喺本嘅蛞蝓食睇落去啊，哇！佢看起來非常肥美，就是禮拜天哦，好頭痛哦，像那個胖鳳樣，是就非常肥美。因為菇會太營養誒，種到太好食咧。香菇哈，喺本吃貨也好，鳥毛蟲又好，也係個你講野螺也好，其實咬一啲啲的時候，成長起來就有疤痕誒。哇！所以講係答案不噴水了後就啊，它是夜行性它多，晚上可以筍好老底啊，吃貨啊，南野啊，哦野螺啊，都老底移走。去夾走。搶走得去夾走，你冇辦法噴藥嘅嘛，沒有辦法用其他的防治方法。你搶走的人工一隻一隻去到你走去了，全部人工，做唔得噴藥嘅啊。因為像按用植菌類的東西，同人頭擺講嘅內豆度生出來嘅，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。你知道中按用植菌類嘅東西，清困難嘅素材，不過你清頭哪通嘅嘛嘅？清困難是有兩種啦，一種有啊嚇，係真正的天敵，係佢嘅同類。哦，青霉菌。一樣都是真菌界的。對，係青霉菌係感染到不能重來。哈。你比如講係野螺、南野食過有啊，佢全死冇事睇。你嘅青霉菌有啊，係被染到嘅時節。哦，佢全部要全軍覆沒。哇！我冇想到青霉菌按嚴重誒，就平常時按乾妹啊，係講上骨嘅發，當個嘅強強嘅、磨磨嘅，那個就是青霉菌。那個會佢傳播都是靠風、靠水，你擋不住誒。你銀行啊過嘅時節有啊，它其實帶你走咧。嚇！所以說要香菇嗬。唔過佢啊，有啊，係你點菌嘅時節，植菌嘅時節有啊，一定要注意。等佢菌有啊，行菌行完整了後，該是百毒不侵嘅。哦，佢抗天呢就百毒不侵。所以最要注意嘅時節是植菌嘅時節，吃菌嘅時節，最重要。對，嗰時候泰國有講到呀，吃菌呀，這樣名詞，其實人對呀種湯木香菇還係你知道滿頭問號，還是有很多問題想要來問泰國。嗰時候因為佢也有搶到泰國來，就想要來搶同大家來了解一下，生來呀種湯木香菇呀，規個從零到有這個過程，都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嘛。係，也有啊，重點咯，大家分享下。係。啊。也有啊，因為我有分工啊，也有栽培嘅香菇母菌，是菌有啊，栽培有專門的人，也還有在無菌室裡面栽培哈。斬樹嘅時間人有專業人，因為佢哋門險土有啊，係專業人去斬。好，我是有啊，斬樹買咗來，菌
老群眾有啊嗬，老店買進來，哦，安尼是有啊，樹斬到呀，斬到呀，做唔定任是點落去啊。哦，還會處理過。因為樹斬好來，啲水分清過。嘿，因為樹本來它是植物嘛，它有生命的嘛，有咁多水分。嘿，所以講有啊嗬，斬好來時水，我講佢係微生物，水分太多嘅時，任是出菌嘅時。其實本來樹本身的水分淹死掉、浸死它的，所以我要把水分要蒸發它，降到30%到40%左右嘅水分要出菌。嗰時候就先樹誒斬進來，先冰一下，要冰佢水分蒸發，找到誒，它找到誒過後就要開始來做植菌的動作。啊，植菌因為像一節樹誒差唔多按胎，有按胎冇？130，沒直徑有啊哈，直徑才9公分呐，9公分到15公分呐，這樣差不多吧？9公分到15公分，差唔多，最多好是呀。哎哦，差唔多按的啊，按粗哦，按粗嘅樹筒。但是唔個斬樹啊也有啊哈。對人按標準有啊哈，還是9公分到15公分，不過佢會20幾公分，因為佢再來咧，你咪實在講佢斬樹乜動辛苦，你又不好意思要攞去回轉去，將就跟住吞，像有啊哈，有市場嘢，跟住吞冇落講有啊，20幾公分是100來斤呢，100公斤呢，對，雖然有心中覺得最完美的比例，不過迄個有嘅法還係做得用啦，做得用啊，但是你工作操作上有啊，他辛苦的，對，哎呀，樹係有用鐵片來的樹種嗎？哦，有蠻多呀，有啊，香菇佢本身是高鹼食物，它是屬於高鹼啊，鹼性的鹼，高鹼，它是屬偏高的哈，但是它嘅環境嚟講有啊哈。佢不喜歡有啊，對鹼性很高樹啊，所以講你木材要纖維組織有啊，就做唔得強胖，強胖，唔強硬，做得係做得，唔過唔計是要靠自家管理方式咯，管理方式，像比如講有樟木有揮發性呢，不適合植菌，還有個揮發性呢。揮發性的樟木嘛哈，還有乳汁，有嫩的桑樹啊，或榕樹啊哈，這個不適合。好，我種啊有啊哈，它風險最高的樹種是香檨樹。用香檨樹來種。香檨樹，你條個小火炭啊，好，韓國糠木有嘛？跟人打炭或者煤礦啊，是裡面的糠木。對。也冇人打炭呢，也冇人燒炭呢。它是有人用誒。所以講也先進啊，嗬，先進所謂高樹個調油啊，嗬，去做佢一直不斷的試驗。對。哦呀，樹油啊，韓國老群眾創油啊，嗬，配合呢。哦呀，嗬，做得咯。按樣本管理，佢全部咗嗬，全線崩壞。哇！原來呀，台木香菇係用呀香檨樹來種嘅哦。唔過吼，有關呀種香菇還有同到好唔愛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來。咁到福起來咧，我喺做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，新竹鹿寮鄉種香菇嘅哦，韓國家下有同大家分享到吼，種香菇用呀檀木來種，呀樹誒係用哪種樹誒來種咯？係用香檨樹來種。我現在就香檨樹啦，有咩青島有樹嚟種的啦？日本人有啊，而目前台灣來講有啊。用蓬樹、楓香樹，冇是赤楊、赤楊有啊，所以你客家人講水流科，叫咱呢，嚇，也3種樹有啊，叫咱呢赤楊有啊，落蓬樹有啊，也3種樹，年現在較多，種也3種樹較多，唔講係用係。
我是用雄雌树，雄雌树佢种香菇样板认为还风险较高，第一佢纤维组织啊比较密，菌油啊哈佢粘唔落，渗透还慢啦，它比较坚固，然后菌就它难扩散。唔过油啊，佢喺比如讲行菌行成功嘅时间，佢有一只好处，第一，哈，佢做得油啊哈，杂架比嗰條樹啊，雜架1磅多2磅。好，再講佢生出嚟嘅香菇呢，組織油啊，很密啊，還有彈性。對。因為我喺水講油啊，哈，喺濕喺香菇，所以講油啊，對呀濕香菇喺香樹樹種出嚟油啊，比一般樹油啊，哈，組織比較密。口感比較好。口感還好。我說我先做香氣樹。再講香氣樹油啊，我又有注重到生態。因為香氣樹你斬下來，除了你那頭那個 vete，冇機哈，你是用低下來些，冇天機會生個3條俾你。唔是直苗。唔是種落去，香氣樹就算斬樹誒，樹誒還係會繼續生，佢會插順，係會插所以還有這個環保的概念就錯嘅。故說先用香氣樹，香氣樹嘅湯木然後你斬好帶進來以後，殺下來你就會做處理，跟他有講要冰一下嘛，冰完過後就會留給做其他的這個處理了，對不對？處理你水分差唔多咧，那是憑感覺啦。係抹緊熱油啊，天後用緊熱油啊，哈，切假油啊，哈，看經驗嘅啦。經驗油啊，哈，我差唔多咧，20點。最後你喺點全嘅時間，唔好起風。我家你有提過講油啊，啲青霉菌油啊，係隨風飄。所以講油點風嘅時間點全一定好。點菌油啊，叫做桿菌。栽培母菌跟母菌油啊，哈，搞你破殼來，要破壞它。第一菌是生到動作咯，破壞它油啊，用機器一下用機器，那點到湯木嘅鑽孔鑽好咯，點落去。還有鑽孔再個攞菌點落去。因為佢係母菌油啊，本你破壞掉，很脆弱。對，韓國嘅菌是要天然養，空氣中有雜菌，跟插菌油啊，你個青霉菌嘛個油啊，怕它感染到，所以你菌點落去，也是要殺菌。還要殺菌。殺菌還是用日本那一號嘅比較高品質嘅蠟啊，哈，個做ปุ๋啊，哈，那種嘅蠟啊，哈，它是安全的哈，用竹棍殺它本嘢。哈，用蠟韓國愛煮滾，用唔會傷害到你張冰落去嘅菌。對，你要動作我當腳哦。嗰是殺菌。嗰啲唔講蠟嗬，塗蠟油啊哈，有2種作用，第一種是殺菌，第二種油啊哈，你40日後油啊，可能要第一擺補充水分。所以講油啊，你水分一夠嘅時候，佢因為有蠟。會溜走，唔會吸收太多水。我咪講水分太過會攞菌沾死嚟。跟你喺冇風蠟嘅時間，如果你噴水嘅時間，佢吸太多水分嘅話，會菌咗死。等於講佢喺講噴蠟嘅話，佢就有啲天然嘅保護嘅用嘅，所以就唔會落來暗道，就唔會褪色。好難哦！總係是如果殺菌殺好，鹽是對集萎縮，一集萎縮嘅時候，佢唔忙到如果轉對咯嗬，佢是不碰咯夾起來，然後空氣中隔絕，隔絕啊，菌點落去油啊嗬，第3日開始行菌，它就會開始長菌絲。你話係講正常溫度啦，正常溫，你做得唔是做惡破壞溫度啦，3日就是行菌。行菌都有40日左右咧，是第一擺噴水轉袋。轉袋係乜嘅意思啊？轉袋目的油啊嚇，你菌點好些咩？袋呢咪係袋呢是因為空間問題啊，然後夾起來，
减起来要40日以后无迄，因为佢拳要慢慢进行以后哈，要进杂咧。因为你迄无转到的时间以外，里面哈没有氧气，因为香菇是吸氧菌，对，它要氧气，跟我们人一样呼吸氧。而你迄无转到的时间以后哈，而你二老给本咯，哈，你迄转到时。比如甜的那时间，带下又要反转来咯，变异了，变异了。可是这样很难看的，因为你看一个梳筒梳光就按按胎，所以一级要双过的是。还有你不能搞混哦，不能搞混。这一边原本是接触外面的，要让它变走了，这个笨蛋膜接触到空气的，要让它变过来。好，你。变那时间就好，你就马上要跟它紧字形嘞，紧字形就好排列。你的比如你哈也按紧字形，好又按用嘢哈。好，比如你也按用嘢，按用就打底就算是可以。有空间嘞，对，有空间以后哈，你的氧气就它足嘞。哦，像按用你还看到个相片，紧字形的摆放。紧字形哈，你有缝了以后，像一按用讲，你的拳后以后哈，有一。唔讲拳后有一只啪啪嘅有啊，开始拳时，开始长了，健康嘅拳时，开始长呢。什么係過後100日過後看文圖啦哈，他又強壯咧，家己還唔講拳咧，家人是有啊，睡一步哈，做得老幾大小口打開來，好不如通風溫氣啊，比如根本喺後天文圖過嘅時間，你睡一步會連起來。会连起来，要给它透气，不会闷死。对。如果说你二氧化碳喺痛苦的时间，它就会又没有氧气。对，一样会休克死亡。哦，嗰個按用貼緊致性本給上香菇，給它通風，目的給它通風走菌。對，走菌走完。它是剛才講了，它是吸氧菌。對。它不是厭氧菌。那它走菌走完之後呢？好，你按用以後啊，差唔多個走菌以後啊，哈，要有最起碼要有150天。這麼久？150天，還忙還有每40日以後啊，你最後是要轉隊哦，你做最後冇退難哦。哈，已經貼緊致了，還係會轉袋。40日後你又要轉咖啡。跟你個櫃袋個書誒，你要攞去變。為了變，你係有樹立嘅有啊，按蹲起來有啊，哈，但是你沒空讓為了轉頭。還係要轉頭。係要轉頭。哎呦。那我對呢，cái用乜？因為你個空間唔係動態，你係用。一粒一支的話，空間要動態。鼓手係按用變的，按用所以講用呀，如果係喺高數講嚟講，哦，你是用按空間，按做嘅鋪出。對。所以我種香菇25年咧。現在講嗬，忙是有用半年18個。哦。忙係，所以講如果嚇，跟我指頭高數嘅話就講。哦，你種嘅神經病啊好啊！哇！因為我有用心啊，有用心中，你真係傳輸本來嘅技術啦。有用心中嘅香菇，還會上研究，上150日，那用香菇會出來嘛？咩？而家行權啊忙哦，行權章就150日。我轉對係啊，到150日過後有啊哈，22歲都是那個香菇農場制定場。哦，你是要蹲起來嘞，就做立起來了，立起來，立起來又沒空讓40日，也係35日，你又沒了轉頭。佢按用我再個電擊球，將會上出。按用電啊，講呀香菇，你一攞本嘅發菇上香菇出來，是攞1年空讓，對目前要懷胎10月，13年，上體養香菇出來。原來香菇我種研究哦，係香樹樹啦，因為它椴木香菇，你剛剛有講到給它粘嘛，它的那個密度比較高，故所以就冇上走菌，沒辦法走得這麼快。我做補充下哈，所謂椴木香菇啊，係我多少職業術語啊，顧名思義啊，是講老樹切，我規格啊，哈，委託木材商，也讓佢切菜，係啊，
韩国转队也是职业术语啊，好像俺兄弟转队。不过你们有好多懂得，张迪讲演了那个一堆熊谷，我以后要很尊敬他。对，所以讲来讲呀，熊谷哈17年啊，怀胎十月的孤儿有啊，不夸张，成长了，不夸张，对。好，不过要一边给生出来，你苏醒了后，唔是做到7圈。也唔是等17年，你等佢休息35年到40年，下二병就會。下二병，你股油啊，會上股冇上股，你油啊嗬，看唔是咯，佢會佢強油啊嗬，對輸入地位看唔到，對輸入地位你看唔到。嗰陣你將做的，搶做的等到。怀胎10月之後，生了會上香菇，唔會上香菇也唔對哦。所以講也點樣啊？也老公要係要種香菇以外，嚇，你也同業嚟講啊，還是也經驗分享啊，嚇。你最重要有啊，你要做記錄啦，嚇，我乜嘅點權，乜嘅嘢有啊，嚇，我轉對乜嘅嘢。股本佢發股，乜緊要發股，休息幾天呢？也是經驗，我看時間嘅經驗。有記錄，按用這樣啲股嘅上來有上到好冇？按用即係有用心中嘅股嘅哦。唔過還有動到內容，要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。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，我係總員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鹿寮行嘅香菇。唔過特別講到香菇啊，我就有一個問題。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問一下呀專家吼，因為你種按到香菇，今日你咪特別有帶一種香菇來，按到花菇。所以花菇同香菇，所以有乜嘅冇相用？為什麼花菇這麼貴呢，大哥？好。也有啊，香菇、花菇有啊，其實唔係品種啊。唔係品種嘅，老到幾難嗰種嘅品種誒。佢唔係品種，佢係受到環境有啊，氣候嘅變遷影響，產生花菇。佢蛋糕會裂開。會裂開，佢用品會裂開。我相信有啊，阿權妹按聰明的人啊，完蛋了，我還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裂開。好，還是講，要香菇都要有啊，有起北風嘅時間讓我產生。北風吹過來會嚇冷。會嚇係佢嘅溫度有啊，漸漸咁降下來。唔過也唔係重點，又唔係講係冷，係冷嗬，菇啊肉啊係盤天，嚇重點有啊，啲空氣啊濕度有啊，下個凍糟，凍糟，對，東北風比較乾，你空氣係，你喺冷天嘅時節，你熱，北風來，叫江風來嘅時節，面就會皺皺，皺皺，上個嘴唇會變到有咩係冇，有時係，而係講黑唔好彈到啊。你本句一叫名詞啊，受到風害啦，風害。原來花菇係因為受到風害。也係受到風害嚇，佢嘅散油啊、散面油啊會變，嗱皮膚咁樣粗糙。第一個愛種出花菇，係唔係講你想種就種得出來哦？可遇不可求。哇！嗰種乜嘅花菇，會特別好食，特別有人愛拿起來做料理喏。也花菇哈，我是講有啊，也上田油哈，嘗試本來菇農啊哈一種嘗試啊，所以講佢家私用下個，因為東西少，對，可遇不可求。再講有啊，它成長比較慢，佢慢慢的成長，又受到哈風雪雪，容易哈太緩慢，所以講佢肉嘅組織啊越來越密，越來越厚實，容易有啊，所以講也
一般价是是比普通传统的菇有较贵。嘿，硬用上上的，人家冇办法食到法菇，不过硬用上上的，就迄讲人家老鸭法菇不用到桶底度，像什么佛跳墙还是香菇鸡汤之类的，那个香菇因为它很饱满，肉很厚实，你超个时间个桶就会对啊香菇给流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所以讲有顶级的佛跳墙就是要用法菇，它一定选材其实要用法菇。哦，口水要流出来了。其实用法菇，当然传统菇要做的啦哈。对，但是你看这边有一个传统菇，统法菇，这一样都是一样的品种，啊，唔过配出来配 Q 用嘅藻土，啊，唔过法菇看起来就是很饱满、很大颗，像假的一样。其实东很肥，像道具一样，啊，唔过就呀，一般的香菇它就是没有组织没有这么厚实。其實如果係啲傳統嘅香菇油啊嚇，要咩要當盤肉嘅啦，其實冇法添嚇。我根本我菇我種嘅菇啊，因開始生產油啊，因為我係推廣油啊，係新鮮菇、食菇啊。那按用設備菇味，看起來也很好吃，也是很飽滿。所以講係食菇呀，油啊要北風，上一餐咩北風當強咩？生出来菇你看，哇，很漂亮，也是很像道具，还真嘅呢哦，长得很漂亮。我참豉油啊，我係冇配起來，是配一皮嘅菇油啊，我當到法菇還是配冇幾多起來。以生鮮為主，但是傳統嘅我是冇配起來。因為像按用嘅菇味生鮮也很好吃，啊，唔過配藻以後，佢就會有一種天然的配藻嘅香味。哦，係一菇嗬，佢嘅香味係用唔出嚟呢，因為佢溫度一過多油啊嗬，唔配嘅時陣，過多油85度到90度，佢嘅核酸分解磷酸產生香氣。嗰種米絲就像天然嘅那個米酥用誒。係食菇嗬，佢冇香氣，因為佢冇加溫過。對。所以講唔過食菇係營養。哦，比較營養，對，它的蛋白質類的有含量比較高，所以像按用嘅藻嘅香菇，一般人要注意前都有一個動作叫做泡發，像按用要煎香菇，像專家來同大家分享一下，雖然用板煎，怎會煎到清好，營養又唔會流失體，呀，營養嘅香菇嘅米絲又唔會流失體。都係啊，6行香菇農場有啊，出啲香菇。都係啊嚇，佢採購嘅香菇嘅話，係會貼喺頂嚟嘅。係。啊，講一就香菇你轉去油啊嚇，你喺係啊到我建議你做參考，你冇用水浸冷泡冷嘅。我嘅印象當中就係冰到水底度，啊溫裝水香菇冰落去浸冷，可能一浸就半日。我呀油啊哈，我是枸杞，我講呀哈，喺我呀油啊哈，你去轉一次參考看啊，你要用嘅量油啊，用一隻容器調落去熱水沖1分鐘油啊，水辣1分鐘，水要倒退去，嚇，像洗過用嘅，係你洗過，其實香菇是清，係凍槍啦，凍槍東西哈。其實因為水辣哈，是本給水分它均勻一些，會吸收到水分。大粒香菇都浸到水啊！然後1分鐘之後哦，你的水要離開佢，水要離開佢，冇浸呢，用你的時間你不用旁邊，半點鐘40分鐘。按價。佢還原過程有啊，給我酵素作用，因為香菇成分有嘅酵素成分有30幾種嘅酵素。它佢喺酵素作用還原過程中酵素作用啊，香菇會更來更香，充電，佢嘅元素啊不會釋放，不會流失掉。一定冇水，唔會本水帶走。我是一般用你喺度採購嘅其他嘅，我是有按用嚇
提供你呀做参考。哦，反应真係非常好。对，因为早嘅香菇，你像煸香嘅时间就会煸香菇落去煸啊。哦，香啊，跟米絲迄個無米絲，佢都煸無乜嘅東西嘅啊。故說大家吼，做得來參考一下呀。田太哥本大家提供嘅一種方法喎，對不對？唔過吼呀，其實雖然當專業嘅啲嘅種香菇，啊唔過其實沒有本大家來分享呀，這個農場體驗嘛，對不對？我也有啊，吼，屬於有啊，吼。人講觀光農場，也係講體驗農場。對，樣嘢有啊，因為一下家庭有啊，小朋友啊，來年有啊，我小朋友嗬，親子啊，親子也好，親子也好，我講哦，你都係有食過香菇冇？大家都有，大家有，嚇，大家不見少。其實有啊，我有種目的，因為1萬沙地北度1萬個人裡面有一少吃香菇會過敏。所以講啊，有一個醫師啊，會同啊，係講有過敏啊，他可能要做研究。對，一樣研究啊，因為我農場係開放起來，也係說尤其小朋友啦，要反映吃過香菇啊，香菇上到呢，很多城市，你特別啊新北市，甚至有啊城市裡面，也沒食過，移做一些泰六嗰邊食過嚟交流，對，泰六嗰邊咁樣，食香菇唔係香菇上到菜呢，佢大家都係種菜樣有啊，種到奶豆度，其實唔係就講啊。香菇係上個樹檔，對，大家可能唔知哦。所以講都要嚇，食到香菇你唔知啊，香菇佢嘅生態高長，可以食農教育一下，對不對？都得看到，還有啊嚇，植菌體驗，對，七群體驗有啊，唔過佢唔係種香菇啦，因為種香菇種太久誒，用咩環境有啊。環境要求比較專業，比較嚴格。香菇啊，比如我係講香菇一段木材，我孔木磚嗬，用香菇菌點落去，搞你一個說明書有啊，你帶轉去照表操課，結果你還是失敗。我種唔起來，這樣子 DIY 體驗就會很失敗。問題是在哪邊？因為城市裡面沒有礦泉水，對，沒有，因為這水分它要讓它長菇過程中有啊，吸吐水分有而清到水。好，再講，你呀城市裡面沒有，還是講有啊冇降水啦，你專門用自來水，沒有礦物質的水分。對，你自來水是有消毒過，有消毒過有啊，你連都種水。故說冇辦法種香菇，你做得來種其他嘅，係種烏木米，對不對？我係種烏米，我用菌有啊，用菌係用烏木米嘅菌。用嘅道理啊，唔過簡單很多。係因為有啊功法一樣，是樹老菌冇同樣。你知道我講啊，你種呀有啊種嘅工程序過程有啊同樣。佢生出來唔係香菇，是木米添，因為木米有啊，佢抗壓性，它比較好適應環境。你澆自來水，它還有80%嘅80%的成功率。真嘅，古時候像按用植菌類的東西、真菌界的東西，它係可能冇按了解，冇相關，做得去錄了行，請呀田太哥來學，韓國來買家嘅香菇哦，同大家來分享。謝謝田太哥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每什麼觀眾朋友嘅收看呢？休息一下，等下 Q 下來學習法律嘅知識咯。